Hello，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我哋第一 T 團隊嘅負責人華仔。咁欣賞我哋、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呢，俾隻手指公讚一讚我哋啦，分享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呢，拍檔記得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呢，就即刻通知到你噶啦。舉手之勞喺度呢，感激大家先，多謝大家。咁有興趣想加入賽馬方程式做會員嘅朋友呢，你一路睇落去喺片尾呢，亦都有加入嘅方法嘅。咁嚟緊啦，星期三晚啦，喺快活谷呢就有9場嘅賽事會跑啦。咁我喺琴晚呢，亦都出咗一條排位推介嘅片。咁喺條片裏邊呢，亦都揀咗2隻馬膽推介俾大家做參考。咁嗰2場賽事呢，都係重心嚟㗎。咁馬迷嘅朋友，如果你未睇過條片嘅話呢，咁就建議你喺片尾呢，亦都有條連結嘅，咁你撳一撳條 link 呢，就可以入去睇翻噶啦，咁都有啲信心㗎嚇。咁就呢條片呢，就係真飛推介，咁我就揀咗第2場嘅賽事啦，咁就買咗幾條飛嘅。嗱，首先我哋喺排位界面呢度呢，拉到落去最底啦，撳一撳方程式運算，咁計算出嚟嘅結果行頭嘅，就係呢11號嘅城中勇士。嗱，今次呢，都會攞翻呢隻11號嘅城中勇士做馬膽推介俾大家做參考。咁首先呢，呢隻城中勇士呢，喺3月12號跑咗呢場嘅谷草1000米啦，咁就其實佢喺2月19號咧已經跑咗一次㗎，咁就今季跑2次，咁咧喺2月19號跑呢次咧總場次440咧就係計算得到佢喺下邊第4條積咧就係佢㗎啦，咁就跟住咧佢就再跑多一次咧3月12號，咁就總場次499，咁咧就嗱呢2條積咧就擺晒喺度㗎啦，咁就2次，咁啊講咗2月19號嗰次先啦，總場次440。咁呢樣賽事呢，佢排住個11檔咯，咁就做咗個全場第2快末段。嗱，呢度黃黃地色顯示呢，就係23秒13，咁啊全場第2快末段，咁呢就係比標準呢快咗0.42秒，咁就跑咗個第2名過終點啦，完成時間1分10秒02嘅，咁就喺個快步速嘅情況底下輸俾隻領航才子啦。好啦，跑完呢場賽事之後呢，咁就換人啦，就換咗田泰安。咁呢樣賽事呢，其實呢就係騎師邀請賽嚟嘅，杜遠欣騎嘅。好啦，換咗田泰安，再跑場3月12號嘅谷草1002米，總場次499，換咗田泰安之後呢，咁又係好唔好彩啦，又係排住個11檔嘅，咁就抽到個外檔又冇計啦，結果留後包尾衝上嚟呢，喺個快步速情況底下呢，爆咗個全場最快末段22秒9，咁呢隻馬呢進步噶，末段呢足足快咗0.65秒，完成時間1分09秒64，亦都比標準呢快咗0.36秒。嗱，呢個0.36秒呢就唔係講少啦，因為佢唔單止比4班嘅標準時間快，其實呢佢做到呢比3班嘅標準時間呢其實都要快嘅。嗱，我哋指住499睇翻呢場賽事啦，咁就喺佢前面過終點嘅列寶勤，我哋之後再出揾佢做膽，結果都跑咗個第2名過終點啦。咁嗰隻紅愛社係因為升班所以先唔得嘅啫。咁就我哋呢，其中一隻馬膽呢，就係喺排位推介嗰條片呢，就揀咗呢隻號霸王嘅。咁你揀咗隻號霸王，冇理由唔攞埋隻城中勇士，因為話晒隻城中勇士呢都係喺前邊呢翻嚟噶嘛，即係先過你隻號霸王過終點噶嘛。雖然啦，呢隻城中勇士呢係賺咗少少嘅快步速，呢隻號霸王呢，因為喺個快步速情況底下呢，佢係唔斷嘅，結果咧就翻嚟跑第4，所以上次點解會揀隻列寶勤呢？因為佢都係快步速擺前面走翻嚟唔斷噶，所以結果咧就出有 Q 啦。嗱，你睇翻後邊過終點嘅嗰隻新力，亦都係咧再出有 Q 啦。跟住咧就有德型就未出啦嚇，跟住再後邊追得好嘅隻幸運旅程啊，結果再出咧亦都有位置嘅。咁所以咧呢場賽事咧絕對有機會咧係成為一場強組嘅賽事嚟㗎。咁就之後再出嗰啲馬咧，其實都唔錯啊，成績都咁啊前後左右嗰啲馬咧，其實咧都已經有表現啦。咁今次咧一定揀翻呢隻城中勇士做膽啦。嗱，我哋首先咧指住呢個練馬師分場表啦。嗱，我哋睇翻城中勇士個練馬師就係沈澤成啦。咁呢度咧相隔期數咧9期咁多，即係沈澤成咧可能掛住遠征啦咁樣啦，已經咧講緊9期冇贏馬噶啦，即係成個月啊咁樣嚇，就冇頭馬交到噶啦。咁啊，終於遠征翻嚟啦，咁啊變咗咧，今次嚟講咧沈澤成啲馬咧就唔好忽視，咁而呢城中勇士打黃牌而嚟啦，咁你就報翻呢個嘅谷草1002米。嗱，我哋指住城中勇士再撳落去望一望佢嘅績啦，咁呢隻馬咧其實咧。跑呢個谷草1002米咧好耍家㗎喎，嗱一共跑過4次啦，咁啊上季跑過2次，咁今季又跑2次，嗱呢4次裏邊呢，已經攞咗2個第2，1個第3，最差嗰次咧都跑過第5㗎，咁就嗱今季咧其實咧即係集中咗跑田草嘅賽事，咁去到今年嘅2月19號，嗱對上一次咧上一季係講緊啊，就已經係舊年嘅1月4號，即係相隔咗成年幾㗎啦，跟住咧喺呢年幾裏邊咧其實一路都冇跑過啊，冇跑過谷草1002米啊，去到今季啦，
啊跑極跑嚟跑去都跑啲2:33啦。咁啊沈澤成呢，於是乎喺2月19號呢，又安排呢隻馬呢係去跑呢個谷草千二米，咁呢就隔咗成年幾㗎啦。結果呢，哇！原來跑谷草千二米呢真係唔講得少㗎，輸俾隻領航才子啦咁樣。當其實杜遠欣騎嘅，咁啊跑過第2啦。咁頭先都講咗啦，之後再出3月12號喺呢場總場次499跑呢場谷草千二米呢，結果輸俾紅愛社聶寶勤跑咗個第3嘅。咁今次由11檔內移排翻住個9檔，嗱呢場賽事呢，好大機會呢都係一場呢有步速嘅賽事。點解咁講呢？我哋再睇多一次咧，計算出嚟嘅結果啦，你會見到其實擺喺前面走嘅馬咧，其實都幾多噶。嗱，北地烈馬咧會擺喺前面走啦，有你有我。其實上一次咧喺個中等偏快嘅步速情況底下放到翻嚟贏咗啦。今次呢隻有你有我排住個12檔嘅話咧，咁佢好大機會咧一定出閘擠喺前面走噶啦，唔通同你鬥後勁咩？半抌啄咁咪斬死。所以咧呢一個嘅艾少禮咧，今次咧應該好大機會咧都係將隻馬咧擺喺前面走。仲有就係嗰隻嘅辣德金啦，亦都係咧放頭跑法嘅。再數落去仲有隻添喜運，咁喺總場次咧呢個嘅181啦，都係擺喺前面走，做咗個快步速噶，所以呢場賽事呢，有段速有步速嘅情況底下呢，係非常之咁高啊！咁加上咧呢一隻嘅城中勇士排住個9檔呢，嗱我哋再睇多一次呢，佢個績啦。咁呢城中勇士呢，其實呢，佢唔一定要留到最後噶，咁只要呢，佢攝得好嘅話呢，佢係可以守喺啲3至5位嘅。嗱睇翻佢初出道呢一場23年嘅11月22號啊，咁就跑呢場谷草嘅1200米啦，出道點跑谷草1200米。其實呢，佢呢沿途嘅走位都係552咁樣，其實佢係可以攝得比較好啲嘅位置，但係當其時咧就排住個2檔咯。嗱，今次排住個9檔，咁佢會點發揮呢？咁就考田泰安啦。咁就如果佢攝得好嘅話呢，呢隻馬今次有機會係可以交代得到嘅，因為呢隻馬呢仲係處女馬嚟㗎，所以呢，膽呢一定係揸翻你城中勇士，咁啊搏佢行頭啦。嗱，即刻睇翻啦，我哋拖咗啲咩腳俾大家做參考先。咁今次咧就會用翻呢隻11號嘅城中勇士行頭啦。嗱，首先咧買條單色馬膽2重彩，第2場賽事用11號城中勇士拖翻1號嘅跑得好快，2號嘅北地烈馬，4號嘅的愛好，5號嘅辣德金同埋8號嘅飛雲，30蚊條就150蚊買啦。另外啦，亦都會買翻條連贏位啦，11號嘅城中勇士拖翻1號嘅跑得好快，2號嘅北地烈馬，4號嘅的愛好，5號嘅辣德金同埋8號嘅飛雲都係30蚊條，都係150蚊買嘅。另外咧買條單色馬膽4重彩，用翻11號嘅城中勇士行頭啊，拖翻1號嘅跑得好快，2號北地烈馬，4號的愛好，5號嘅辣德金同埋8號嘅飛雲就1蚊注60蚊買嘅。咁就會員嘅朋友留意翻啦。咁去到臨場嘅話呢，我哋有多一條4連環嘅飛呢會掟翻俾你嘅，到期時呢會咧擺多一隻冷腳落去嘅。咁就希望呢，我哋呢條嘅2重彩連贏位同埋4重彩4連環我哋都中晒佢啦。咁就祝星期3晚大家好運啦，拜拜。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成為賽馬方程式嘅會員，方法亦都好簡單。右上角你會見到一個 PayMe 嘅 QR code， 你只需要截圖，截圖之後打開你個 PayMe， 然後撳掃描，喺右上角再撳匯入就可以讀到呢個 QR code 噶啦。我哋嘅收費而家每個賽馬天係128蚊，咁而家做緊個優惠，只需要88蚊。咁每個賽馬日你只需要幾十蚊，你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用呢個賽馬方程式揾出重心場次同埋重心目標碼。你亦都可以透過轉數快，轉數快嘅 ID 係8714818。如果你冇用開電子支付系統，亦都可以去撳機啦。戶口號碼亦都喺呢幅圖嘅下邊，你會見得到。只需要將你嘅付款記錄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傳翻俾我哋，我哋就會盡快幫你安裝。而成為會員之後，你會有更多嘅優惠。我哋亦都會將賽馬方程式計算出嚟嘅結果截圖俾你哋，等你哋可以喺坐緊車啊或者食緊飯嘅時候都可以用你部手機，好輕鬆咁樣可以去度到爬到馬。咁希望大家踴躍啲成為會員啦，多謝大家。